年年都係25歲嘅譚校長譚詠麟，入行編滿咗半個世紀，唱過多少膾炙人口嘅金曲經典歌曲。年輕嘅時候憑住俊俏嘅外表，俘虜咗唔少嘅粉絲。就算如今74歲，依然係魅力不減，擁有大批歌迷，絕對係稱得上殿堂級嘅男神。而佢與現在任職喺 TVB 高層嘅曾志偉，雖然顏值差距好大，但關係卻係非常嘅密切。呢個對於相識多年嘅藝友，近年頻頻合體出遊。最近佢哋又再次同遊日本，並喺社交平台分享旅途嘅點滴，互動搞笑又溫馨。但譚校長因為要公開投訴老友，最近譚詠麟同埋曾志偉身處日本，不時都被網民野生捕獲。兩人又非常友善，有求必應。日前佢哋終於合體，譚詠麟喺社交平台曬出佢同曾志偉共進早餐嘅一個照片。照片當中，兩人都穿着羽絨嘅服裝，精神奕奕。曾志偉擺出招牌俾一個 good pose，身旁嘅譚詠麟則大啖地享用佢嘅麵包，之後又揸機自拍，畫面十分瀝意。隨後譚詠麟再次更新社交平台，但內容卻畫風一轉，公開投訴老友唔俾肉食。佢寫道：日本匆匆遊咗8日，喺大阪早餐同埋公園休閒之後，志偉帶咗我去神戶午餐。佢因為唔食牛肉，所以只係帶咗我去食天婦羅，而且大部分都係菜，不過味道都可以嘅。譚詠麟嘅幽默語氣引起網民嘅熱議，甩咗佢自己去食啦，去神戶唔食牛肉就好似去香港喺你嘅演唱會門口過門而不入。哈哈哈！寶寶冇食上肉委屈了，沒食過肉嘅靚仔偷偷喺度抱怨。雖然譚詠麟只係開玩笑，但係文字間足以睇出兩人嘅感情深厚。即使到咗呢個年紀，依然係可以互開玩笑，互相挑剔。這樣嘅友情實在難得。之後兩人又一齊去擦蟹、嘆咖啡。譚詠麟開心就話：日本匆匆遊咗9日，天婦羅之後嘅味道一轉，好味到不得了，飽得滯晒，仲要飲杯咖啡落格唞一唞。網民們都紛紛留言表示羨慕，並大讚人生有幾個真正嘅朋友。